场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是你做先行，你这款的变化，我的心双手交予你，为安怎放任这离去？凉凉的雨，暗淡的路顶，孤单的人，我写无的心情。今夜的我，茫茫不知倒位行。树落叶，风若吹，搁再行。落叶的名，满的天空，只有冷风陪伴我。落叶的爱，无人了解，只有流浪在人海。我欠恁老母，规世人都还袂了。啊你咧，你看阮老母了，就随甲别个查某结婚对无？当时我是心甘情愿离开你，更加毋知影我是要去倒位，就四处流浪，四海为家。后来去得到一个大病，连性命都险险叫无去。那是丽玲因老母，将我为鬼门关救倒转，落尾手去协助我，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，阮就安结婚4年。这几年来，我也回去探听恁老母，也毋过连一点仔消息都无。我掠准伊早都嫁人生囝。万万嘛想袂到，讲有你的存在。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看着别个囡仔有老爸，我就会走转去问妈妈：我的爸爸呢？是安怎甲别个囡仔无共款？妈妈总是甲我担的，一直哭，一句话就唔肯讲。等到我读小学的时阵，老师给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。我就摕着破碗哭回去找妈妈，伊才甲我讲，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，伊伫咧我出世之前就已经破灭死啊！爸爸对不起你。不是，你不是我的爸爸，你是我的后姐。我的爸爸伫咧我的心肝内，无任何人会去取代伊，无任何人会去取代伊。美惠，来了。请问你是？真实的吼，遮尔暗来甲你搅扰，我是美惠的妈妈啦。管他是安无，紧入来内面坐啦。暗遐坐啦。曾先生，唔免啦，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，讲煞我就要走。你叫我免费就会使。我今仔日来，是希望你会当答应，莫搁甲美惠也来往。我甲阮先生拢认为讲，你甲丽玲才是理想的一对。阮打算讲要将公司交予恁两个去经营。我相信你袂互阮失望才对。你误会啦，我爱的人就是。
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讲，你选择丽玲是你上正确的决定。我会祝福你，真实的。阿姆，美惠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咧，你该忍心安尼对待伊。我爱的人是美惠，美惠爱的人嘛是我。你若是真正有疼惜你的查某囝，你应该祝福的是我甲伊，毋是我甲别人啊。就是因为我疼惜你，我唔甘看到伊来受着痛苦，所以我才会专工走来求你，求你离开美惠。曾先生，你甲美惠斗阵是袂有幸福，所以我求你，求你甲放，我袂记你。美惠敢知你来找我？这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伊是我的乖查某囝。阿姆。叫你小姐做。哦，无咯，头家啊，小姐真早袂转去食饭，到今仔袂转来，你是要叫我去对甲叫啦？啊？无转来。美惠啊，你哪会走来家啊？哦，迄透早，我甲阿春啊抱小宝去病院，甲小宝煮有效。迄病院人要求济，害我嫌啊袂赴转来。来啦，才好啊，你无闲你的啦。哦，多谢你哈。唉，美惠啊，讲实在，无你甲我斗下手哦，我一个人就要母死啊。嘿，咱呢，我搁转来互你请。真实了哦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袂用事，袂用事。美惠啊，你即摆是好野人家的千金大小姐呢，免哪会个走来我这甲我做这十册啊啦。天祖啊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啦，我真是想要转来甲你斗3工。啊，袂用事，袂用事啊。我绝对袂答应你啊！你还知呢？你即摆身份无共款啊呢？你若无代志，就踮咧厝内底加陪看者暗者。啊，若无吼，你去学什么插花啦，啊，为了吼，互家己较有气质的看起，较有迄千金大小姐的班，莫不时走来我遮啊！安尼有人看无？袂知无？天祖啊，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五家，家己一个人住。离开五家，啊，那是安怎？啊，袂是你迄阿爸的小妹仔搁？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啦，你莫搁问啊好。好啦。天祖兄，哎，美惠啊！美惠，美惠啊，原来你伫遮哦。美惠，你来食拄好，我有代志要找你。天祖啊，我甲美惠出来一下，小等我才转来甲你斗3工哦。行。哎，无咯，美惠啊！哎，美惠。讲安尼啦，讲啥物？要搁倒转来甲我斗3工，甲我娶一个，吼，无，原来是甲我遮当作是伊约会的所在哦。这查某囡仔若大汉哦，出头上济啦。董事长，啊，拄则对老板对下泓打电话来，讲后礼拜这普渡典礼你是毋是要参加？啊，这下泓市长也会来啦，啊，而且讲什么地方内这经济省长，啊，因拢会来。好，这样莫甲我讲这，你甲我叫免费来，我有代志要找。是。啊，无紧去。哦。你创啥？快点。嘿，你若有代志，你就直接来甲我报告就好嘛，啊？哼，无想讲你家己啥物身份？阿土啊，有代志要找我是？你过来。哎，是董事长。有影。啊。这无你的代志，无用处理。哦。阿土，我问你，昨暝丽玲有甲你做伙？无啦，我昨暝吼都咧工地咧加班。哦。啊，莲花啊人？哦，明辉啊，明辉在遮啦。失职。莲花啊，是安怎要失职？明辉啊，讲对董事长你做歹势啦，辜负恁规家伙仔吼对伊的照顾，伊是想讲要吼去外口拼看会成功无，才转来甲董事长你赔罪啦。你讲赔罪啥物意思？
伊哪就向我赔什么罪？我问你，是毋是要带丽玲考照？唔是丽玲啦，是美惠啦。美惠真是要甲丽惠啊做伙走？不啦，董事长，我这件代志啦。爱讲别讲，爱讲别讲，爱讲别讲的。董事长，我当作真的哦，我有袂讲的啦。还是我，你有后面？你啥？哦，无代志。哦，我都敲电啦，哦。好，你讲啦。董事长，这刘老板又拍电话来了，你著甲伊讲一下。免，你做主啊。哦。刘老板，歹势，我你等足久的啦。你啊，咱拄则是讲到倒位啊？好，安尼哦。天总。哦，阿杜啊，你来啊，拄啊好，紧甲我斗洗洗啦。你莫闹我啦，我今日来找你有重要代志啦。董事长，这就是美惠结拜的大兄天道啊啦。哦，你就是美惠的后姐啊？后姐你好，请坐啦，请坐啦，坐啦。大啊，今日明辉有来过无？有啊，伊甲美惠才走无偌久啊。啊？美惠甲明辉做啥？嘿啊，伊两个参与有啥物重要代志哦，要参详，不惊我有听咧。董事长，咱来了上万啊啦！我想一定是明辉啊，带美惠入去遮啦。哦，莫怪美惠拄则讲啥物要搬入去五甲家己一个人住。嘿，原来伊甲明辉早就计划好势啊，吼。阿姐，你过来无？阿姐，你过来，阿姐啊。美惠啊，真是你啊！你无离开我啦，真好。阿因即摆是咧变啥哈？我嘛唔知影。放屁啊！美惠啊，你无认我这个老爸无去，啊，不过我求你，无论安怎，你千万唔通离开恁妈妈，你知影？你放心，不管我做啥物决定，我绝对袂放我妈妈一个人无甲照顾。好，那安尼我就放心。美惠啊，啊明辉毋是甲你做伙？我唔知啊，我送伊到医院伊就转来啊。阿大，你去找明辉，你也交代，讲我不准伊辞职，现在甲讲7点钟以后我伫公司等，紧去。是安怎？明辉是安怎，哪会要死头路哈？王记啊，我要赶来公司。王记啊，我看你吼，还阁是踮咧厝小休困一下，看你最近吼气色足歹的。无要紧，我只要这两个囡仔安尼平安无代志，幸福快乐，安尼我就满足。
到淡薄不如的代志，你就想要实施，安尼算啥物查甫囝啊？公司的业务，即阵啊真无简单，才有淡薄仔进展。尤其是大陆遐个工程，嘛拄好要开始尔。我本来按怎派你甲阿大去大陆监督工程，你安尼活来做去走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哈？公司的资金是几啊千万安尼拢落去，万一若出啥物差错，不但我这个公司保袂掉，甚至我伫商场上20-30年信用拢破产去，你知影无？去吧。董事长，讲你伫咧找我，毋知啥物代志？你赶紧去旅行社提资料，后礼拜我要派评委甲阿图去厦门市场，去做户外场馆，讨论咱合作的细节。董事长，你要派评委甲阿大因两个人过去大陆哦，这刚好，但因两个人哦，还好安尼少年的，万一若是互人骗去，是要安怎样？我伫咧看吼，也是互我本身来走一段。有影，联委啊联络我信就对了。我来讲，有阿图伫身躯边，加减会当甲斗3工，应该无啥问题。有影，公司这边真侪工程，等你来收尾，无你嘛袂用吃苦。联委啊！我今安尼做是考虑到你甲美惠啊，甲丽玲中间的问题。我是希望讲，你会当甲因两个暂时分开一段时间，大家冷静好好想看卖，再来决定以后是要安怎做，安尼好。董事长，我一定会打拼去做，绝对袂互你失望。有影。啊。你赶紧去报社，正式的找人来起诉，把这丽玲找倒转来。啊，一个查某囡仔人伫外口乱数拢唔转来处理，我要哪会放心？头家啊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我要将小姐顾好势，伊毋才离家出走。我看吼，我是头路转来庄脚食家己好啊。这代志甲你完全无牵连，袂怪你。你做你安心啊大落。加两家丽玲去消了啊，伊自然就会倒转来。我讲哦，无可能的啦，伊绝对袂转来啊！已经出去4-5工啊，连一通电话拢无，哪有可能会转来啦？阿花啊，你莫有白讲啦，丽玲会转来啦。我讲哦，伊绝对无可能会转来啦。那小姐伊的个性吼，我上了解啊，伊迄个个性迄脾气哦，遐尼倔强，伊决定的代志就对啊，任何人拢无法度甲左右的，所以讲我讲哦，绝对无可能转来。阿花啊讲的无毋对，丽玲这回安离家出走，伊是下决心甲安尼做，我看伊袂转来。你有看到这个你啦？今日拢还袂看到伊个人呢。哦。小姐，你敢知影白经理来未？白经理拄有打电话来，讲伊今仔日感冒还袂好诶，可能无当来。感冒袂当来啊？爱等你等病啊再离开。唔知要看医生无？妹妹啊，你现在打电话啥？我靠白经理，哦，你现在讲人拍病一处理，我看有好好无？妹妹啊，先煞问迄个白经理哦，看咱两个护照摕拄啊一经理先下班咯，当事长你问呢？哦，好。奇怪，敢会无人接？是毋是去病院看病去？
刀舅，刀舅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咱有的麻烦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